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21。加拉太书5章伊才安尼讲：为着要互咱有自由，基督已经有甲咱透放，所以就徛在毋通阁受压制、做奴隶。三角来祈祷，互阮有自由得透放，免阁受压制、做奴隶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天地的主，是信实守约的上帝。你的慈爱永无改变，你的恩典代代无尽。主啊，愿要学你，因为你伫黑暗中赐下真光，互阮伫绝望中得到盼望。伫阮夭伫罪中的时，你找独生子主耶稣来降世，互阮通脱离黑暗，来进入光明。主啊，愿感谢你。因着耶稣的降生，愿通脱离罪的捆绑；因着伊的十字架甲五活，愿通得到儿女的名分，就通无惊吓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！愿感谢你，为着要互阮有自由，基督已经透放阮，所以阮要徛在无阁受压制、做奴隶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